讲到恁就安尼祈祷，请怎么说？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主耶稣所予咱提醒圣经宝贝话，咱做首先，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你的名是圣，你应该受极大的恶乐。阮会通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是阮一生最大的福分。阮伫你的面前陪伴，阮的心，阮恭敬要听你的话。你伫历史上建立你的教会，你伫逐世代赏赐圣神做世间人的帮赞。也有法，阮伫今仔日要纪念一个教会历史中间真重要的日子。我要恳求上帝，你互阮通过这个历史，会通明白，阮嘛是伫历史中间新的历史。互阮的教会会当亲像历史上的教会，也伫将来成做后代的人的祝福。阮伫你的面前恭敬，安尼听候，求圣神带来火来鼓励，互阮成做一个有异象、有使命、有权柄的教会。阮静静伫你的面前听候你的垂恳。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听的弟姊妹，明仔载10月31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检查你会问牧师讲，牧师10月31是什么种的日子？伫505年前，伫咱的教会发生一项真重要、受祝福的日子。500多年前，咱的教会对初代教会经过1500年了后，教会有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咱要讲伫16世纪的初代教会，16世纪的教会，迄个时阵教会发生一个世俗化的冲击甲影响，所以当时的教会有叛变，当时的教会的领导者嘛有失觉察，有失迷的所在。所以上帝圣神伫505年前，伊通过一个人叫做路丁马丁，就是中这个无啊这个人，这几个人拢是500年前上帝所竞选，伫欧洲逐个国家来甲上帝同工，来互整个欧洲的国家伫16世纪的时产生一个真要紧的反省甲觉醒。这群人因发现上帝的话是教会的地基，所以这群人因足认真翻译圣经。因为16世纪的教会无有翻译的圣经，只有希腊语、希伯来语，就是圣经的原本。翻译只有一种，就是翻译做拉丁文。所以当时全世界的教会，若毋是用希伯来语、希腊语，就是圣经原文以外，剩下拢用拉丁语。这群的人因发现，因对无共款的民族来信上主耶稣，所以因发现，若会当用因的母语来读圣经，应该会更较亲切。所以16世纪的时，这个人拢做一项真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圣经给因的同胞，翻译圣经给因的囝儿，甲因所有兄弟姊妹，会通有机会家己读圣经。上帝话对迄个时阵开始，真正就是世间的光。500几年来，全世界教会如雨后春笋。500年来，教会大大的复兴。所以，弟姊妹，10月31，伫传统上，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拢把这个日子叫做宗教改革纪念日，宗教改革的纪念日。这个地无啊，这个人是伫无意中，因为伊的名叫做路丁马丁路德。这个人是一个神父，伊看到伊家己心所听的教会有世俗化了后，伊真艰苦心，所以伫反省的中间，对圣经有一个感动，伊感觉因的教会有叛变，伊的教会有叛变，所以就写95条
伊发现教会伫当时无适当，伊就真勇敢公开甲伊搭伫礼拜堂的门口。伊基本上就是毋望会当来呼吁教会反省，无拍算，也因为伊是一个先知性的神父，所以所讲的话就传到所有的欧洲逐个所在，嘛影响一个人，就是咱的长老教会开始的一个人，叫做约翰加尔文。今仔日的礼拜，牧师伫礼拜讲道中间较少讲故事，因为我感觉故事是为着要帮助咱了解圣经，所以讲道较好。讲道较好是解说圣经，莫讲真侪遮个故事，来本末倒置。但是因为今仔日接近这个宗教改革主日，我渴望讲故事，互咱知影，咱是啥物人，咱为什么伫这间教会？这间教会为什么叫做长老教会？这间长老教会对来，这种的教会到底伊的信仰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所以牧师渴望会当对2000年前开始来甲咱讲，这个宗教改革的主日，其实就是叫做顶头生的日。一个世俗化的基督徒，咱需要倒来到上帝的话，定心互上帝的话，亲像两面来的剑。上帝的话会教示人，会责备人，但上帝的话会教示甲责备的背后上重要，就是互青迷得到看见，互迷路的人找到生命的道路。所以所听兄弟姊妹，愿咱每一日，咱常常做改变，做反省。所以愿天父上帝圣神甲咱三甲伫地，特别互今仔日正做你个人生命顶头生的一日。也渴望每一个礼拜拢总是教会的生日，因为礼拜日就是主耶稣基督国外的日，所以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做伙来了解这段宗教改革的历史。恁若了解教会的历史，恁就会知影讲宗教改革原来是遐尼重要。伫教会2000年来中间，上重要的历史。就是当耶稣上天了后，教会开始传福音。所以伫五旬节圣神降临了后，耶稣的学生拼命将上帝的教会传到各所在。所以迄是2000年来教会历史中间上第一要紧的历史。迄段历史写伫《使徒行传》的内底。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享的这个故事，通讲是2000年来第二重要。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第二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历史。因为伫2000年来，无有一个灵恩的运动，无有一个信仰灵命的更新的运动，带来遐尼大的影响力。宗教改革带予1500年的教会。足大的影响甲祝福。第一大的影响就是将上帝话无搁再用列定语甲拔掉咧。所以这个宗教运动最重要，就是将上帝的话拼命，甲翻译成做每一种的人的言语。伫到21世纪，咱台湾的原住民的教会，因才开始有原住民母语的圣经。所听的姊妹，所以这个影响不是500年前的代志，伊到500年后的今仔日，全世界的教会宣教师，无论到什么所在，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人的母语来翻译上帝的话，互每一个人通用因的父母话，就是会通望到因的感情的言语来读上帝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全面性的灵命更新的运动，更较要紧，伊是带基督徒倒来到伫上帝的话面前，无打折，无懒散，无乌白讲上帝的话。有时人亲像青梅咧带青梅，包括牧师，包括祭司，包括神父。伫2000年中间，有时毋是恶意，但是无意中因为家己的愚妄。会乌白讲上帝圣经的话，迄叫做断章取义。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纪念这个宗教改革的日。这个改革的日最重要，就是和上帝话家己讲话。今仔日敢阁有需要安尼？圣经已经翻译做全世界几啊千种的语言。今仔日要读圣经，敢无真容易嘛？你若只有去基督教书房，你买你就有通读。所以，兄弟姊妹，虽然咱真容易买到圣经，甚至嘛有真侪教会免费咧送人圣经，但是敢真正今仔日的人有去享受到读圣经的欢喜甲快乐？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讲较歹势的话，恁若听到，你莫见怪。牧师问恁的一个问题：你有感觉读圣经就快乐吗？兄弟姊妹，免歹势。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愿恁得到圣神的祝福，一生一世，和上帝话成做恁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上帝话放伫恁的嘴唇，互恁有甘甜快乐。愿天父上帝祝福今仔日的礼拜，咱定心都会到底。咱的初代教会，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彼得、保罗，因拼命咧传耶稣所讲过的道理。后来到咱的信仰的前辈，到16世纪基督教对天主教，毋是分裂，就是成长，用无同款的方式做伙传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做一个祈祷，愿咱的教会是一间用上帝话做原则的教会。阿们嘛！愿咱每一个人拢真肯定大声，甲咱的上帝讲阿们。主啊，阮的教会要成做一个用上帝你圣经的话做阮的地基，做阮的原则的教会。所以有的教会因为这种的态度，因咧起因的礼拜堂的事，因咧起因的教育馆的事，因咧用一个真象征性的动作来表明因真心中咧起礼拜堂。甚至有的教会我捌听见，当教会中级甲牧师做伙咧设计一个教会新的礼拜堂的事，因会甲因的会友讲，因会甲因的主日学老师讲，因会甲因的妇女团体讲，因嘛会甲因青少年团体讲。伊讲，这间房间的设计是要互恁青少年做恁的活动使用的空间。所以，经教会就鼓励所有因的无同款的单位、无同款的兄弟姊妹去想，因要用什么种的经文来为着因将来得到这个团契的空间来祈祷。所以主日学老师就一直想，想讲，伫阮的这个主日学教室内底当教会起好要搭地毯，就是地毯要封起的进前，因就想一句圣经的话。用马克笔甲伊写伫迄个主日学的教室，有的老师就用一句话讲：耶稣讲，互细囝来就近我。所以老师就将迄个经文甲写伫迄个因的主日学的教室来祈祷，来祝福伊主日学的囡仔。所以后来起好迄阵地毯搭起来，无人知影，只有当时参与迄个建设的主日学老师、青年逐个人。因才知影讲，其实因的地基早就已经用上帝的话放伫迄个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基督教的开始，基督教的改变，拢是因为敬畏上帝甲圣经的话来得到祝福。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是旧教会，有历史的教会，但是咱的教会有故事，嘛要有新的故事。新的故事就是伫将来。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旧又阁是新，也愿圣神感动咱每一个在座的老一辈，包括我，阁有少年一辈，就是这青少年。咱的教会是一代阁一代，互上帝的话伫咱的教会中间来建立信仰的精神。时间无用，我甲恁讲真长的历史甲真侪代志，但是
宗教改革了后，有5个足绝对的原则，其中的一个原则叫做 Sola Scriptura， 意思就是唯独圣经。所有一切的思想主张，应该都要靠伫圣经和上帝话做咱共同的原则。愿天父上帝帮咱，这5个原则包括因信称义。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咱，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何无需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同心合意，咱将德堂教会搁一摆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咱高兴互咱的主耶稣。咱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你的名设立了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所以教会无搁再称作犹太教的会所，无搁再称作犹太教的会幕、会堂、圣殿，教会称作基督教的礼拜堂，因为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将咱德堂教会，咱同心合意。因为咱的教会伫周报顶悬写的5项，其中第1项就是上帝掌管的教会。咱的教会是将教会高行伫耶稣基督的手中，和主耶稣基督掌管的教会。咱会记得，独独只有主耶稣伫咱中间做主，毋是牧师，嘛毋是中职，是咱每一个人愿意互耶稣使用的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通过这个教会纪念主日、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甲咱来做3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对罗德马丁甲遮的所有改革者，因定心将教会带倒来到伫圣经的原则。罗德马丁是一个真勇敢的人，因为当时若咧讲起教会缺点，遮的人，因有真侪人后来是死伫宗教审判。当时的教会会甲人判死刑，哇！较有可能，今仔咱无法度想象，教会有即种的官兵会当甲人判讲异端，然后甲伊钉伫十字架，还是甲用火甲伊烧死。确实是安尼。当时的教会有足大的官兵，所以当时为着检讨教会有人真正就是死伫一个宗教法庭审判。但是罗德马丁是一个真勇敢的人，伊无逃闪走去灭。伊反倒转行入去到伫罗马梵蒂冈的礼拜堂，伫咧教宗的面前，伊伫教宗的面前来呈现伊对信仰的主张。伫咧中间，伊讲出一句历史上足出名的一句话，伊讲 ：“Here I stand”， 意思就是讲，这是我的立场，愿上帝怜悯帮助我。请教会唔通用教会的官兵来定我的罪。如果我若讲唔对，请教皇怜悯我，用上帝话指明我什么所在讲唔对。这是一个不卑不亢、非常勇敢，也就是真理的中间，勇敢讲上帝的话。所听的姊妹，咱的教会就是这种的教会，你知吗？原来伫上帝的面前，咱伸出双手，做伙甲上帝献上鹅肉。主啊，2000年来，你的圣信拢无离开教会。耶稣基督设立教会了后，2000年来，当教会拄着黑暗暝，拄着错误的思想甲主张的时，你的圣信永远来引出你的教会。所以，咱的教会是应该认真读圣经，也相信圣经，佮降服圣经的原则。愿天父上帝帮助阮，帮助咱。第二个故事，我要甲咱讲的，毋是罗德马丁，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宗教改革发生的时阵，伊才教会，但是伊甲咱足有关系。就是长老教会的开始，就是对这个人叫做约翰加尔文。伊是一个法国人，伊的爸爸爱伊做律师，所以伊10几岁就开始读法律，是一个真有智慧、真有能力、真优秀的法国囡仔。
但是因为伊伫伊的国家法国看到宗教改革的时阵，有人为着真理，竟然互人烧死伫一支叉条拔起来，来点火。约翰加利文对迄个时阵开始有真大的勇气，伊仰望伊的信仰就是安尼。所以约翰加利文后来成做长老教会会开始的一个人，伊对全世界的影响并无较输头一个叫做马丁路德这个人。我讲伊的故事是因为伊伫一生25年所做的代志，对我来讲有足深的感动。后来伊离开伊家己的故乡法国，伊逃走到伫瑞士。伫瑞士一个真水的所在叫做日内瓦，伊伫日内瓦25年的中间，伊努力做一寡工作。第一，伊知影讲上帝话真有影响力，所以伊设一间学校，专门教人读圣经。这间学校伫1559年开始，这间学校就是今仔日全世界排行榜100名以内日内瓦大学。1559年，约翰加利文伫瑞士开始传福音，开始教人读圣经。后来伊影响出来真侪优秀伊的后辈，包括后来有89个学生囡仔，倒去伊家己的故乡法国。伫10年的中间，互对零的开始，到200几个新教，就是长老教会的会友。89个这学生中间，有9个人伫迄个时阵为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伊嘛死伫宗教迫害。但是加利文伊的影响一直到今仔日。因你的心目中有一个真要紧的民望，伊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伫日内瓦这个所在建立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将来要影响全欧洲。我阁讲一摆，约翰加文甲上帝讨一个祈祷，伊讲：主啊，求你帮助我，甲你同工相处，互阮伫日内瓦这群基督徒。阮后来要真侪影响全欧洲的基督徒，建立一间教会影响全欧洲，建立一间神学院影响全世界全人类。伊讲主啊，求你帮助我。这间教会影响日内瓦，伊讲这间教会要互这个日内瓦这个都市真侪一个有真理的都市。后来，这个都市要成做全欧洲的典范跟指标。伊的祈祷深深影响我，我感觉真正有影响咱的教会，无一定是伫大都市；真正有影响咱的教会，无一定伫巴黎；真正有影响咱的教会，无一定伫台北市；真正有影响咱的教会，伊要亲像耶稣基督手中迄粒麦啊，伊虽然看得不起眼，但是迄粒麦啊，若待伫一个土地顶悬，伊就要结出百倍的影响力。所听的姊妹，这个祈祷敢会当真做得当教会祈祷？500年前，约翰加利文伫日内瓦的祈祷，敢有影响欧洲？今仔日得当教会，咱做伙做礼拜时，咱真荣耀，咱嘛真荣幸。咱来读咱的先人前辈因的历史，为着主的缘故，因欢喜安尼做。约翰加利文25年中间，伊所做就是教出上好解说圣经的人，建立一个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的教会。求天父上帝帮咱，因为约翰加利文伫这个宗教世俗化的时阵，我深深知影伊一定明白今仔日咱要读的这段经文。因为主耶稣讲，恁就安尼祈祷，你们当如此祷告：
主导文就是耶稣基督留予世间上要紧的一支锁匙。伊讲：愿恁就安尼祈祷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上帝讲若临到，这项代志是咱个人的代志，嘛是全世界的代志。所以耶稣讲的这个祈祷，讲恁就安尼祈祷，因为上帝国的改变是从对人的内心开始。若要受改变的基督徒，就无受改变的教会；若要受改变的教会，就无受改变的社会；若要受改变的社会，就无一个上帝所欢喜、圣洁的所在。约翰加利文一定是一个真清楚耶稣基督所教的这个祈祷。关于主耶稣所予咱的祈祷，伫每一个咱的囡仔。当恁春秋相手讲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阵，这唔是一个压力，那就咧进入一个独裁的国家，政府说了算，唔是。上帝国临到的时阵，耶稣所讲的上帝国临到，是一个稳定的临到。因为耶稣讲上帝国就亲像一粒种子，那带伫人的土里，后来人要今生得百倍。再来世得永生，你知影吗？这个上帝国若临到咱的生命的时，耶稣所讲的就是上帝将一个活命的种子、真理的种子、福音的种子放伫人的生命中间，一个卑微的人后来要成做上帝伊的荣耀充满的所在。所以今仔日祈祷重要吗？也是重要。愿咱明白加利文所明白的事。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注意来听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今仔日无论是旧约这段诗篇144篇第5节，伊讲愿你的天，代表的基督讲愿上帝的天堂对天降临呢。伊的意思就是安尼祈祷，这就是耶稣基督咧讲愿你的国临到，同一种的意思。因为犹太人相信上帝的天堂、上帝的国度对天降临，上帝亲自降临。这就是今仔日咱做伙伫礼拜中间共同的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超过500年前，约翰加利文伫日内瓦的祈祷，主啊，求你帮助德堂教会，真侪影响台湾的教会。所以求你帮助德堂教会，真侪有一日，伊会当影响全亚洲的教会。所以求你帮助德堂教会，互伊将来会当真侪一个会当影响世界的教会。其实我无这种的信心，我发现我要改变我家己都足困难。今仔讲大声话，讲主啊，我要改变全台湾。一点仔信心都无，但是若有上帝要做，咱敢甲上帝讲无可能。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伫咱的中间做工。当牧师害头讲无可能的事，愿上帝甲咱讲无伫实际，你嘛免烦恼遐济。就算做你无影响全世界，你改变就好啊嘛！一切改变对咱开始，求天父上帝帮助。这是约翰加利文伫500年前讲道，伊伫这个所在认真拼命讲道，所以伊的讲道后来有一部册，真侪伊的讲道所留落来记录，是全世界影响足大，的一个作为，一个叫做圣彼得教堂。逐礼拜，约翰加利文伫这个所在早暗认真讲道。伊是一个真有讲道文书的牧师。其中有一篇的讲道叫做 "After Darkness, Light"， 意思就是讲黑夜过后必有光明。有足侪讲道影响。迄篇讲道后来伫日内瓦感动真侪人，所以迄个讲道篇迄句话最后，互日内瓦的政府
该印伫日内瓦铜这个银角的顶冠，银币的顶冠。After darkness, light， 伊用列丁语所写，黑暗过后必有光明。所以一篇上帝话所宣讲的所在，确实日内瓦后来受到上帝的话的改变。愿咱伫暗暝跪落来祈祷，主啊，这间教会是草地教会，主啊，这间教会是小小的教会，但是耶稣甲咱讲，恁已经超过我的学生12个人，恁为什么要搁讲恁是世间教会？所以爱的姊妹，然后上帝甲咱做伙，求主怜悯帮助咱。这个就是当时的日内瓦伊的银币，伫这个银币顶端印这句话讲：黑暗过后必有光明。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伫咱的中间，伊的话做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约翰加利文伫1559年所建立的日内瓦大学，伊无家己做校长，伊伫迄个所在拼命甲新学生，伊请伊一个同伴做当时的即个学院，叫做日内瓦学院。这两个人对咱有真深的影响。直到今仔日，恁若有机会到日内瓦，伫日内瓦湖的边啊，无介远的所在有一间日内瓦大学。伫这个大学的边有一间教会，就是圣彼得教堂，恁会当去遐行行咧。伫迄个所在安静坐落来，恁当回想伫今仔日，有一日牧师捌伫讲道中间甲恁讲的这个故事。日内瓦大学中间有4个真要紧，就是加尼文当时教会的优秀的人。徛伫第2个，这个人叫做加文牧师，甲伊 mark， 伊的特征伫所有的历史的铜像中间，就是伊留一个足明显的长长的喙鬚。上边迄个叫做 John Knox， 诺克斯这个人对咱来讲嘛真重要，因为伊是约翰加利文的学生。后来这个人倒去到苏格兰，咱台湾的教会是对苏格兰开始。所以，约翰诺克斯其实就是建立苏格兰的教会的一个真要紧的开始创办的人。这个人留落来信仰精神，影响苏格兰的教会，直到今仔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若有机会，我才讲苏格兰的教事互咱听，故事互咱听。伫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遐的姊妹，咱伫主的面前安静，互主的圣神对你讲话。主啊，阮的教会应该来做什么？主啊，阮的教会应该会当做什么？就亲像约翰加利文，当伊离开伊的故乡法国的时，上帝带伊到日内瓦，伊伫迄个所在受到一个感动，真正教伊学生，因为这群新学生将来要影响所有的教会，真正建立一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要影响全世界。我伫1994年头一摆伫日内瓦行入迄个礼拜堂，我伫迄个所在也毋知影，原来日内瓦神学院就是约翰加利文当时讲道的所在。但是上帝伊伫一路赏赐伊的引带甲感动。约翰加利文伫迄个所在讲：主啊，帮助我建立一间模范的教会、典范的教会，互日内瓦这间教会后来当加做全欧洲影响咱的教会。你敢知影日内瓦是一个什么种的都市？联合国所在地，对吧？是全世界教会联盟的办公室 ，WCC 的办公室，就伫日内瓦。所以，的姊妹，上帝若要做工，伊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伊所关的门，嘛无人会通开。所以今日我要用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甲约翰加利文的感动，邀请遐的姊妹，咱做伙来读这段主祷文。主祷文的第1句、第9节、第10节是上重要，因为咱安尼祈祷，剩的就拢有。
伊讲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然后一切都加给你们。主祷文啊会晓，主祷文啊有敬虔，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来当真正安尼发出祈祷，唔免求我的日死今仔日互阮，唔免求互阮脱离这个黑暗的关系，唔免求讲互阮无拄着这个黑暗的捆绑。下面阮伫这个开始的时，主耶稣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兄弟姊妹啊，当你祈祷到这时，放手伫你的心，你要甲主讲：“主啊，你的国临到伫我的心里，亲像伫天里。”兄弟姊妹，一个基督徒若安尼祈祷，咱就得到上帝丰盛、掌权、活命的充满。咱要全然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安尼祈祷讲。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交代吩咐，伊讲恁着安尼，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心内，就亲像伫天堂。兄弟姊妹，上帝国对咱的生命开始，就亲像我拄则讲迄种足泄气的感动。主啊，我连改变我家己都无可能，较有可能，这间教会有可能真做改变全台湾的教会。我唔知，但是我知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有个人在网络上，伊唔知伫什么所在。愿上帝的话，就亲像2500年前的事，约翰加利文，伊伫礼拜当中间所讲。黑夜过后必有光明。求天父上帝将这种圣经的信息放伫咱的内底。今仔日的金句也是记载伫马太第6章。马太第6章是耶稣基督山上宝训，对第5章到第7章，这是耶稣一个真重要一段伊的教示。马太甲伊汇整真做伫这几章的内底。伫这个中间，耶稣教伊学生祈祷了后，伊最后安尼讲：独独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将这个感动放伫所听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中。咱若真正安尼相信，咱若真正安尼仰望，愿天顶的上帝对天降临。今仔诗篇144篇第5节。伊讲愿上帝的天降临伫地里，愿上帝亲自来到我的生命中间，愿主甲咱撒个地地。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主导文也好，诗篇144篇也好，第2个祈祷，咱放手伫咱的心内，咱甲主祷讲：至圣的上帝，求你降临伫我的心内。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讲，上帝国。就伫恁的心内，所有的祝福稳定对咱个人开始，你相信吗？一个人的心若无改变，世界无可能改变，因为人拢坚持讲，我就是我 ，no way， 无好参详，上帝我就是我，也这咱敢愿意互上帝改变咱？也这你敢愿意？领受这个会改变你的上帝吗？你敢愿意甲伊参详讲，上帝，我是一个什么种的囡仔？主啊，求你帮助我知影，你互我来到这个世间。上帝讲，我所听的囝子，你的活命是我的形象所创造的，请注意听。咱的天父上帝讲，我所听的查某囝，我所听的囝子，你的活命就是我的活命，因为我用我的荣耀来创造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法利赛人问耶稣讲：上帝国伫什么所在？耶稣甲伊讲：上帝国毋是目睭看会到的，上帝国毋是目睭看会到的。耶稣甲伊讲。若有人甲你讲伫遐，
你免黑白对、黄黄对。耶稣甲伊讲：上帝国伫你的心内，咱的心若有上帝的存在，咱的全世界，无论你到天边海角，你拢会看到上帝。主帮助咱，所听的姊妹，亲像主帮助约翰加利文，伊看到遐尼特别，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互圣神感动你，你愿意主的面前，你安尼祈祷讲：主啊，我愿意拍开我的心，互你改变。所听的姊妹，你愿意准备你家己，互圣神甲主耶稣的保护来祝福你吗？这是一世人的祈祷。耶稣所教咱的祈祷，毋是礼拜天书内底一个仪式，毋是。耶稣教咱的祈祷是一个祝福的锁匙。当咱来讲，我伫天顶的爸，我毋是我伫天顶的爸。这个上帝就正做咱个人的上帝。求天父上帝帮咱，咱亲像大笔，咱邀请上帝。圣神上帝、圣子上帝、创造的主耶和华上帝，你互天降落，你互上帝国临到，伫我的生命，亲像伫天顶。阿门。也这相信的人就得到。愿主的国进入你的家庭，愿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间，互福音、互真理。互主耶稣讲，一粒麦啊！伊讲上帝国亲像一粒麦啊，伊带你土人。咱纯粹双手甲主讲，主你天国的稳定的经济、福音的经济，放伫我的生命中间。我毋免烦恼别人的改变。咱若冤家时，咱拢求上帝讲，上帝你改变伊。伫咱若拄着冤家冲突的时阵，咱有几个人？是甲上帝讨讲，上帝你改变我，愿天父上帝帮咱。最后，我要甲咱分享今仔的祈祷，主耶稣讲：愿你的国临到。兄弟姊妹，咱的教会存在是为着这个社区，咱的教会存在嘛是为着这个国家，咱的教会是为着基督徒，嘛为着非基督徒。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因为耶稣今仔日的教示，伊讲愿你的国临到，先到咱的心中，然后到咱的家庭，然后进入咱共同的教会，最后伫社区。我毋知什么时阵伊会到全世界，但是迄是上帝的代志。有人也政治，有人压水。但是独独互伊成就的是咱的上帝。这上帝的工人，咱免烦恼。有人也政治，有人管压，但是独独咱的上帝，伊知影这间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就亲像伊知影约翰加利文伫日内瓦的教会是什么种的教会。圣彼得教堂伫加利文还未起进前，迄间教会就伫遐。约翰加利文死，骨头灰嘛已经灰化腐去，但是这间圣彼得教堂今仔日犹阁伫遐。所以，弟兄们，愿咱伫上帝的面前透过咱的祈祷，因为耶稣教伊学生这个祈祷最重要。耶稣讲，通过你的祈祷，上帝国今仔日临到。你知影这个主导文的意思吗？恁就安尼祈祷，愿主的国临到。所以耶稣这句话无经过解说，但是耶稣讲，当恁安尼祈祷的时候，上帝国就临到。兄弟姊妹，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当上帝的国度临到，人一定改变；当上帝国临到一个家庭，迄个家庭一定和谐。迄个家庭一定是上帝的良善、信实甲慈爱。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
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所以今仔日的祈祷，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安怎甲咱讲？今仔日书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第10节，恁就安尼祈祷，愿主的国临到，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伫地，来用这段话来做咱结束，咱的出发的开始。咱做伙出声来读好无？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所以恁就安尼祈祷，愿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兄弟，还手伫你的心，主你的国临到伫我的心，亲像伫天顶。阿门。